好，來鄉親啊，繼續來看台南管樂藝術季，5月2日開始，要佇新華演藝廳舉辦3個月，有來自11個縣市40組的團隊來參加，會帶來33場的演出。今年台南管樂藝術季5月2日，佇新華演藝廳開始為期3個月系列節目，有來自11縣市40組的團隊參加，準備33場的節目。薩松的專業團隊加新華國小管樂團的演奏為活動起鼓。今年藝術季為國小、國中、高中到大專院校以及社會團體完整串聯台灣管樂教育。而且今年很特別，今年社會組的人特別的多。我想這一個10幾年的一個扎根，可以看到我們從孩子到畢業到進入社會工作，他們對於管樂的熱愛從來沒有間斷過。咱鄉親去參加2026台南管樂藝術季，麥當4個去行行咧。今年更到邀請到新華演藝廳的聽鳥組親善大賽，為活動加添趣味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